跟住落嚟播映智能愛人。唔怕年紀大，最怕機器壞。係啦，妹㗎，做乜嘢啊？對唔住，我真係唔得。嚇！四出尋歡，偏偏又遇到親生女。呢我妹我個女，你咁沙沙粉，你呃我兩個分我都未同你計。呃我？你究竟點解要同我結婚？你係個騙子係咪啊？偏偏有女仔自投羅網，緣分避唔過。我女人俾人打，我梗係要出手。我係你保鏢。如果你淨係我保鏢，我就唔會唔識打，我都要出手打。你知道我對你係真心。兩位最愛大鬥法，真男人點樣化解危機？我正一二世祖嚟，識還識食。家陣我女唔見咗咁大件事，我一啲唔必都冇。有交代，有分寸。而家嘅你啊，先係真真正正嘅妹哥。女人劇場非常愛撫，星期一至五星河頻道。你信唔信女人會生鬚？呢塊面有啲污糟咗。唔該晒。人會曉飛，身痕不無，好功夫啊！力大無窮。哇，幻覺嚟嘅啫。哇，識得點穴？你兩個咧真係可以申請納入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喎！我講真嘅喎嚇，可以接通另一個混沌嘅空間。你係康熙？咩康熙啊？又見到個胡鬚佬啦！小寶鰲拜。香港仲有大清寶藏。下一個線索應該係香港嘅五台山，個入口咧就係呢一度噶啦。問題就係我哋點樣打開呢一道門咧？諗到，匪夷所思，大開腦洞，唔到你唔信嘅奪寶經歷。今日就算瞓身上雲，都要同你上埋最後呢一堂啊！教你，今次又搞咩花神啊42張經嘅寶藏就喺裏面啊！新42章結局篇，星期一至四星河頻道。時代巨輪不停流轉，面對環境變遷，點樣可以堅守不變？點解澳門又係咁，呢度又係咁㗎？呢個世界咪冇公道㗎？阿德，你錯過一次㗎，你唔好再錯第二次。如果佢哋淨係搞我，梗係唔驚啦。唔好再揾人搞事搞棍。我哋觀塘層樓唔賣。得罪富商有冇運行？唔到你話事。我會用盡我所有嘅方法去阻止你同佢一齊。不過就算唔夠鬥，我都一定要鬥到底。攞命咁樣做，唔係攞命啊，係恐嚇我哋啊！睇下幾時俾天收啊！佢話我唔教啫，你都傻仔，咁唔識做人，遲早冇人行啊！肯搏肯捱，可以打出一片天。重重打擊，點先可以逆境求存？邊個都搞我唔到，要翻身就要自救啊！你害死咗人啊！我點樣繼續同你做 partner 落去啊？呢個世界變咗㗎啦！個世界一路都冇變到，應該係你。好戲珍藏館巨輪2，星期一至五星河頻道。香港機場管理局全力協助全實景拍攝。香港國際機場，全世界最繁忙嘅機場之一，係將會接待超過1億2千萬人次嘅旅客，同埋處理1000萬公噸嘅貨物。中央控制中心綜合大樓，香港首次深入實地取景。IAC 係機場嘅大佬，協調唔同嘅部門，睇晒成個機場嘅運作。颱風應變，大型危機演習，全面呈現，唔同崗位挑戰，真實感動。喺機場發生嘅事，我哋就要解決佢。我哋要令每個嚟到機場嘅旅客面帶笑容咁離開。航空實感專業劇，非常日誌。